好食到想跳舞啊！但可惜唔識。各位老友，平時咧都係帶大家嚟試新店嘅，今日咧試一間舊店。平時我唔知食咩咧，或者外賣都會試佢嘅。我估你一定食過㗎 ，follow me。門口竟然大排長龍啊！呢種大環境竟然咁有人氣，足見餐廳受歡迎程度。呢一度可以話呢度嘅爆款雞啊！選用180日以上嘅雞，本地紅葱溝薑葱頭啦，再加炸嘅蒜蓉，淋入滾熱辣嘅水東花生油，雞肉咧嫩滑啊！這個味道我喜歡啊！嗱，同步上埋生理貨啦，有雞蛋先有雞啊嘛！嗱，你咪睇呢啲柚皮好似下欄嘢咁，其實非常之花功夫㗎。佢首先要揀啲靚嘅沙田柚皮啦，過冰水啤晒啲苦澀味，再落啲豬油啊、鯪魚湯煨佢㗎。哇！化口啦，冇渣啦，同埋入晒味啊！再加埋幾嚿燒肉啦，好有年味啊！諗唔到喺咁大眾化嘅餐廳咧，食到咗經典嘅泰式菜，真係有驚喜啊！哇！呢碟牛脷上台真係香到爆晒，好重嘅蜜汁味啦，同埋外脆內嫩啊，以及再配埋海苔炸薯仔啦，同埋加埋啲洋葱啊、辣椒增香，呢碟菜真係香到離晒譜。哇！好食到想跳舞啊！但可惜唔識。你睇呢個尖椒直身厚肉，好大塊，跟住再養啲蝦膠落去，肯定係兩邊咧尖到金黃，再猛火搶過先咁有煙火味。呢個係我食過味道最立體嘅羊尖椒。選用草鵝鵝腸啦，又厚又大塊，冇醃製過，藥材加香料味啦，口感好爽脆。呢個蝦奶香味幾豐富啊，啲芝士味添，跟住我嘅蝦殼夠晒脆，直接食。非常嘅鮮香，竟然仲有最中意粟米墊底。呢個叉燒用嘅係3層花啦，只取中間最精華嘅部分，微甜化口焦香。新鮮嘅白鱔生煎啦，再落生抽豉油糖，佢嘅爽度都幾夠啦。再檸檬葉、辣椒、蒜頭，都幾有心機啊！難怪上台就聞到香。牛肉咧用嘅吊龍啊，口感嫩滑，飯夠晒乾身啦，落咗雞蛋咧更加滑，豉香味又幾夠啊！呢種就係細時候嘅味啊！呢度坐落於珠江新城 CBD 嘅絕佳地段，夜幕降臨，與朋友相聚路途，喺廣州塔景觀位打卡，美食同美景兼得，實在妙不可言。最尾都例牌總結下啦，呢度啲人均咧好大眾化，做菜真係好認真，好有鑊氣㗎，所以抵呢度連續攞米芝蓮啊！最尾咧都祝大家新年一切順利。